你做微距，無論咩情況之下，都係要嚟呢啲無常又麻煩嘅野外時間堅持落去。我哋雖然揾唔到永遠完美嘅畫面，但係畫面唔完美都係可以做到嘅。因為室內可以減少摩擦，達到和諧同平衡。微觀世界入邊嘅智慧就係咁樣成就出嚟。喺好多年前，幼師屋企嘅佛樹冰椅變成咗景點，流傳到屋企科學入邊，大家都喺入邊揾到啱用嘅方法去應對壓力同宣揚。相信世界和平，輸光釘會令我哋更加唔可以對任何人或者自己隊友狠心，因為一旦咁樣做，最先受傷嘅都係自己，仲會令未來都唔好過。呢啲就係罪同埋愚癡嘅表現。更何況呢啲其實係推動事業成功嘅動力，所以更加需要團結同和平、安定嘅環境。所以我哋家庭都應該為國家送上促進團結同安定嘅善意祝福。但係真誠同埋負責任嘅態度係不可或缺嘅領導特質。有時候保持沉默反而係最適合表達自己嘅時候。最後，讓我哋一齊為祖國嘅繁榮昌盛貢獻自己嘅一分力量。販賣如來智慧，發揚貝利維廉所提倡釋迦牟尼佛證悟宇宙真相之後所說法嘅事實有緣，呢啲都係從發掘信息當中理清道理。樂於說法嘅對象主要都係多一類人，之後再慢慢擴展，發展成為各個宗教團體，並且喺過去1000幾百年間，因應唔同地方嘅風土人情同埋時代變遷，呢個旗艦時代嘅明進步就喺起源式清淨智慧發展過程中加入咗好多副產品，以有利他作為獲得權力嘅手段。喺中國歷史上同次風隊列一齊，因為迷信神明觀念，好多金錢流動都變得佢嘅理性。喺台灣、香港同埋海外華人聚居嘅地方，依然好重視呢啲傳統，令到有啲人發誓流淚，感情更加深厚。有啲江湖騙子或者唔正派嘅教徒會用佛法經文嚟包裝自己，甚至靠賣嘢符咒嚟揾錢。再加上隔籬嘅人對邵沃佛教同埋一啲經典好熟悉，令到佛教或者其他宗教嘅民間歷史上，因為恐懼同好奇心，影響力更加深遠同神秘。總之，神秘感成為咗一種號召，吸引佢哋對美好事物有興趣嘅人參與活動。但如果一個真正想反映佛教正信嘅人去宣揚，失敗嘅就會俾人有機可乘，俾巨人趁機抹黑。舉個例子，依家好多場合講嘅嘢都仲係好落後、好神秘嘅秘法。對於佢哋嚟講，如果教室本身都唔啱，冇追求嘅奢華嚟嘅，點會適合中間人呢？何況現代社會入邊，印度佛教之所以會咁，正正就係因為信徒對宇宙、生命、命運等等都冇清楚交代，反而俾計神秘、迷信佢哋取代㗎。佛教講求嘅利益、形式呢啲嘢，其實都係無常，世間一切都係無知，各種因素互相依賴，離唔開成住壞空嘅道理。就算係講到個體獨立存在，成個佛教三藏都唔只得兩個德行。煩惱產生嘅根源就係咁樣，要直接對治煩惱嘅方法，最初其實佢其他選擇，透過佛教修行，慢慢了解宇宙因果、事物之間嘅因緣關係，就會接受時間同現實嘅本質。直到年紀大咗，未必再喺着重時間流轉嘅現象，但會重新思考對時間嘅睇法。呢個就係智慧嘅成就，喺當中獲得解脫光明，呢種境界更加會俾人極度讚賞，成為大家學習嘅榜樣。當佢離開咗實踐之後，就唔會再受到刺激。吳漢中嘅佛教徒應該設立一個中央系統組織。至於現世嘅佛教徒，唔少人都打算推廣佛教，亦有好多信徒會出面讚揚同歌頌佛陀。主持人除咗好似途中咁接受供養同經費去維持寺院開放之外，對有緣人其實並冇一個有系統或者遞制式嘅教導。隨住遠距離傳播功能開始發展，到設立實體異地佛教圖像同中央系統組織，佛陀嘅教法就可以比較完整嘅喺世界各地扎根。如果再加信徒嘅能力守護正法，喺所謂暗中辦道或者寺廟，就唔會變成佛法買賣嘅地方。政府應該立法去監管有關團體。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劇本啊，主要意思就係話，依家有人話將來有領袖嚟到封號，究竟可唔可以俾佢封王？就算有人攞到爵士頭銜，等到爵士離開嘅物質世界之後，一切都會完全恢復原狀。
意思就係話，依家嘅人好似兩隻咁嘅精靈，去銀行、去學校學科學，科技好先進，佢都可以話係咁，但其實唔知真正嘅本質係咩。第二，咩叫做活佛大？呢個係喺藏區流傳嘅一種尊稱，係用嚟稱呼遇有傑出成就嘅修行者。雖然唔係佛，但又好似係家佛咁。今時今日，有人話佢哋已經成佛，亦有人話佢哋係轉世再嚟，但其實未必咁神奇。根據輪迴嘅學說，其實我哋全部人都係轉世再嚟。以前為咗教派、權力、部落或者外來商人，基於正統思想，慢慢就建立咗一套制度。去到明朝時期，幼教開始就有呢啲規矩。道清咗之後，帶住靈通，用抽籤嘅決定，最後由皇帝批核。呢個其實係藏族風俗，目的就係想控制住他師成員再嚟。至於貪灣宗五三，咩叫做密宗大仙，各隊簽米宗伊敏都提出反對。其實都唔知幾時開始有呢個詞。所謂密宗，其實係佛教修行嘅一個分支，分開幾個流派，分別有單法、五分別等等。呢啲都係以追求個人解脫同埋唯德業勵為基礎。所謂清者，除咗自己追求解脫，仲會幫助其他人解脫。所以以菩提為基礎，有一派以般若波羅蜜多為主，亦有以金輪為主鞏固成派。現時交城有好多唔同流派，則古佛陀都開創咗唔少，一度仲研究過變法。對於唔同流派，各自都有唔同理解同奇特之處，法門已經各有分位，基礎都係淡定同虛無。有啲係嚴厲修行法同埋菩提科學法，當時啱啱成音傳法，主要以銀對象視覺去睇，多數都係秘密傳授，聽眾未必有益，甚至有害。古時背後變成咗迷信教派，素來叫密宗，而家城中同縣入邊都有密教，最終目的都係成佛。只不過喺修行上，密宗多咗好多變化嘅方法，但如果要有成就，就要能夠發現同進步，多數都係用出手法去突破困難，周圍都係唔同嘅挑戰。你對風水、冥想、術數有咩睇法？佛教其實反對迷信呢啲咩吊蟲嘅因、宇宙因果之類嘅嘢，古時嘅哲學家都係佢試過引入咗應用，但係古佛教認為命運同時刻都係安排咗唔好啲嘅，佢代表你過去做過嘅壞事嘅惡報，佢哋會樂意去接受一切。但如果修行有成，的確會有嘅神通或者特別嘅能力出現，不過佢哋唔會到處宣揚，就算你俾錢佢，請佢坐鎮風水，佢都唔會收，亦唔會教你點樣去做啲咩聯動，咩都唔會俾你。更何況，如果你想用咗邪門歪道去謀取利益，佢哋更加唔會幫你。就算佢有福報、有能力，佢都只會好低調，唔會到處散播啲咩神通。聰明嘅大來印度麥克菩提學會出版嘅時候，已經有超過198年歷史，時時都係佛教權威搬屋都係最新消息。鄧老大嚟收到諾貝爾和平獎嘅消息。活獎勵有時帶嚟長期用非寶去支持倉政區獨立資金，其實可以睇得出頒獎單位有嘅幼稚同埋衝動。佢哋對中國處理流亡四世嘅態度，回應一到達本部教室就好難再有咩交代或者對抗。對外傳播神秘內容，危機發展司古以嚟都好多時要靠某啲人上市，或者活佛聚集資金都比較貴，仲要調動信徒去供養上市。佢有冇條件去購買私部嘅？而且倉密法同世家原始學說根本唔一樣。佢哋陷入咗好多神蹟、神秘算命、福州護膚、貪常齊讓，仲有各種鬼怪嘅。呢啲洞嘅世家原本喺交界入邊，其實未發現過。今次發表製作同販賣如來意義，係想喺麥克菩提詞77千內發表內容，講下藏傳佛教或者佛教制度設立咗歷史上嘅源流同機制。隱藏驅動機會做個簡單概述，仲會對倉密教嘅交易做個簡略介紹。喺1990年4月，蘇聯政府都邀請協助發展該國佛教史，仲會講埋倉密教同家學說之間嘅分歧。根據最新舉措，蘇聯已經接受本所提出嘅建議，開始研究原石澤街學說入邊嘅道德思想，仲派咗人去斯里蘭卡進行交流。蘇聯佛教本來主要係以梭馬教為主，去到1990年8月1日，梭馬公開發表嘅演講，
將唔會再有帶嚟首馬時代嘅改變，所以都唔需要再保留呢啲轉世制度，更加唔會係倉政府嘅任何形式。領袖話要實現倉獨立式其實好難，呢個講法都幾聰明，代表佢已經接受咗現實嘅潮流，對我嘅國家一定會有好大影響。過去咁多年，中國為咗少數主動亂印紙招待更改，多數都係因為屋企迷信凝聚式真正嘅宅家學說亂咁，變成咗正劇，仲製造嘅政教同埋盜墓者，除咗做網之外，仲要搞交往。今日大尼卓瑪可以有咁聰明嘅社會，無論對國家定係對世家學說，都會帶嚟深遠同埋好嘅影響，功德無量。中國政府更加有責任將正確嘅宗教交流整理好，建立、落實同推廣，改變百姓嘅迷信觀念，對穩定國家政策都好有幫助。解放咗幾十年，宗教落實問題仲未解決，失敗導致各種慾望滋生，國家物質同精神都唔通，發展落後唔係因為貧窮。有好多朋友問我，你去過咁多國家，睇落你好似特別中意斯里蘭卡，舉止又好似好落後。但落後唔代表就係貧窮，你同我哋標記藝術都跟唔上時代，但唔代表我哋買唔起。喺歐美好多國家，表面風光，其實全部靠分期付款、機器生產去製造虛假繁榮。家鄉一受唔住大嘅經濟衝擊就出事，好似中東戰爭爆發，即使係好富裕嘅國家，人民都會受苦，影響好嚴重。再講精神上嘅活動領域，更加唔係物質可以衡量。為咗加深大家對4個國家精神層面嘅了解同認識，特別將4國總統喺亞洲佛教會上嘅講話公開發表。斯里蘭卡總統發言，今日我哋聚集喺度，距離亞洲佛教會嘅開幕禮，全西蘭佛教總會邀請咗亞洲各地佛教領袖，組成咗一個獨立嘅亞洲平台。對此，我表示衷心祝賀。我相信正正就係佛教嘅慈悲精神，激勵咗大家一齊走埋一齊。我哋喺度聚首一堂，互相討論大家面對嘅共同問題，並且揾出解決方法。對於嗰啲缺乏財富、冇特權、默默無聞嘅人，我哋都會努力確保佢哋有機會得到關注同服務。幾百年嘅佛法同我哋嘅文化有密切聯繫，成為推動亞洲團結嘅力量。但係喺短時間之內，佛教都曾經受到其他宗教嘅打壓，亞洲各地都曾經有唔同程度嘅仇恨，甚至延續咗4、5代人。佛法會繼續成為推動亞洲一體化嘅強大力量。呢股力量係由亞洲新風氣同佛陀嘅教誨開始，並且將佢作為獲得原則同指引。我哋懷住無限憧憬，好容易就會諗起阿育王呢個名，正正就係佢喺公元前2250年左右喺南亞同東南亞地區發起咗大規模嘅傳教運動。去到公元前3世紀末期，佛教已經廣泛傳遍咗印度部分地區，仲喺錫蘭、斯里蘭卡深深扎根。去到公元世紀時期，佛陀喺教導傳入咗緬甸、泰國、中國，之後又由中國傳到朝鮮、日本同其他東南亞國家。但係去到公元8世紀左右，佛教喺印度經歷咗端惠王時期之後開始衰落。喺佛陀之後2000年，阿育王統治咗印度，為咗鞏固江山，佢哋渴望權力嘅驅使下，早期嘅會議都包咗嘅真嘅。但係當佢明白咗佛陀嘅教導之後，佢放棄咗用戰爭同武力治國嘅政策，改用和平同寬容嘅方法去治理國家。佢仲將部分時間同精力用嚟推廣佛陀同和平法嘅傳播，唔再繼續窮兵嘅武。與此同時，佢親自派遣法官，並且教導佢哋對其他宗教要保持寬容嘅態度。佢將呢啲教誨刻喺石柱上面，呢啲石柱就成為咗永久性真理嘅無聲紀念。即使被禁止，佢都繼續送禮。當阿育王將佛法傳去印度以外嘅國家時，佢對物質享受同擁有已經完全嘅興趣。佢嘅德行就係要大家一齊嚟共同分享佛陀嘅高尚教誨。佢希望大家一齊分享正道，從佢熾熱嘅內心渴望帶嚟真正嘅和平同安全。為咗幫助弟子判斷行為正確與否，佛陀俾佢哋嘅一個簡單嘅共識：只要對自己有益嘅事就去做，對自己有害嘅惡事就唔好做。我哋應該用說話、技術同品德去影響社會。
所以佛陀嘅教會就係邀請大家一齊參加共同嘅兄弟情誼同社群。事實證明喺50年前，聯合全世界佛教徒成立咗世界佛教聯誼會，係最有深遠意義嘅壯舉。折子戲嘅創造精神都要歸功於斯里蘭卡呢個國家。呢個構思嘅設計者就係當時全斯里蘭卡佛教總會主席、著名學者古納帕拉拉克塞羅教授 Gunapala Malalaskara。佛教徒團結喺呢個組織底下，目的就係要喺全世界佛教界中尋求安全、統一、團結同埋兄弟般嘅友好。今日聚集喺度嘅各位來賓，嚟自唔同國家，我哋對各種各樣嘅佛教傳統、各個宗派嘅思想，總之都有所了解。作為亞洲佛教徒， GTC Del 處於培養團結同德嘅位置，我哋應該點樣友善咁處理好呢啲事呢？我哋應該提醒自己，我哋而家所做嘅係歷史上無數人追求嘅佛法道路。我哋應該知道，每個傳統所主張嘅信仰、儀式、節奏同埋時間安排，都係長期歷史演變嘅產物。佛法能夠存續幾千年嘅強大，就係因為從呢啲傳統入邊得到力量，所以我哋喺必要喺佛法喺表面上揾分歧。我哋嘅責任就係搭建橋樑，橋樑可以幫我哋建立練習。練習就可以促進我哋之間嘅相互了解，咁樣物質上嘅互相比拼就會讓路俾相互尊重同理解，以呢個做基礎，友好嘅合作關係就會慢慢發展出嚟。所以我將亞洲佛教會呢個組織成立咗具體時刻，當做係對建橋人嘅一種致敬。大家都知道，亞洲係好多宗教嘅發源地，亞洲帶俾世界好多寶貴嘅命脈。但係隨住時間推移，亞洲都面對住各種困難，受到極端剝削同貧窮嘅困擾。而家亞洲嘅新思潮同價值觀衝擊之下，呢啲對我嘅年青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我哋嘅年青人留喺佛教或者有認知嘅持續期間，其實都好重要，因為而家氣候變化咁嚴重，呢班年青人都受到物質主義世界觀嘅衝擊。佢哋將生活重心放喺現實追求同自我提升上，呢啲先至係值得我哋深思嘅地方。我哋沉咗喺痛苦嘅惡性循環入邊，我哋被業力束縛住，輪迴不息。佛法俾咗我哋智慧，等我哋可以揾到解脫之路。其實我哋必須揾出痛苦嘅原因，咁樣先可以指引我哋嘅煩惱之中揾到真正嘅滿足，走上無欲無求嘅正道。呢條路未必可以幫我哋搞清楚而家面對嘅挑戰，因為現今世界存在嘅問題，特別係我哋地區嘅問題，都好複雜同多樣化。我哋要明白，淨係靠宗教信仰或者力量，其實未必可以拯救大家。我哋要將自己同政治、經濟呢啲問題聯繫埋一齊，成個社會都要求我哋樹立榜樣，保持物質追求同精神追求之間嘅合理平衡。亞洲佛教會都有責任去揾出應對呢啲挑戰嘅方法，否則各種佛法都未必可以提供令人滿意嘅答案同解決方法。佛陀嘅偉大之處就係佢可以掌控同理解各種情況，因為佢能夠用根本原理去指導大家，從而提出解決方法。佢哋帶任何感情去深入分析，亦從來冇被主觀觀念蒙蔽。呢個就係佛陀教會嘅立場所在。呢個就係亞洲佛教會帶俾世界嘅貢獻。我相信呢個新嘅組織會掀起一個蓬勃發展嘅運動。我堅信呢個會標誌住一個和平共處、無分彼此嘅新紀元開始。成個世界都渴望真正嘅存在，而要實現呢個目標，大家都要明白，只有將八正道徹底實踐同結合到生活入邊，呢個希望先至可以實現。我祝願亞洲佛教會喺完善呢方面可以成功。多謝大家。睇完呢篇講話，大家應該可以從自己身上揾到佛陀嘅教誨精神。如果讀者有興趣進一步了解佛學內容，可以繼續深入研究。作為佛陀嘅後人，我哋應該承擔起宇宙賦予我哋嘅責任。仲有一個特別嘅使命，就係要將真理傳承落去，流傳到下一代。其他形態都可以清楚分辨5種能力。大家要珍惜呢種天賦嘅能力同埋資源，因為呢種特殊功能其實係人類生命入邊蓋藏嘅神通妙用。可惜好多人唔識得珍惜，甚至白白浪費咗。當你能夠無私咁去付出、去實踐，呢種能力就會成為你覺悟道路上嘅強大助力。佛陀會為你點燃你內心嘅燈，
等你可以解脫，認識自己，熄滅煩惱，達到涅槃，咁你就係佛。累積嘅知識存在宇宙某一層，只要你能夠努力去了解其他層面，就可以清除冥中嘅痛苦。你就好似跳舞咁，要超越一切恐懼，特別係對死亡嘅恐懼。無懼係覺悟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條件。仲要記住，恐懼其實係你自己幻想出嚟嘅，唔好成日埋怨揾唔到理想嘅導師。佢請問你準備好踏上覺悟之旅嘅條件未？當你準備好嘅時候，導師自然會出現。現代宗教已經俾某啲人當成權力嘅證明，釋迦牟尼本來嘅教誨都變咗形式，咁樣可以避免令信眾產生混亂。成日講感性問題嘅，你要留意，可能佢都未必真係明白問題嘅內容。作為一個類別，應該有責任將理性知識傳承俾下一代，幫佢哋打好基礎。如果唔係，你就會浪費咗雷鳴無形嘅力量，因為物質會產生恐懼，而蜘蛛就好似匿名無常淡。我係宇宙入邊嘅一份子，你就可以無所畏懼咁走向解脫。整個世界就係學劍嘅舞台，你可以喺每日發生嘅事入邊學到讀寫。唔好因為為正做錯事就過分責怪。當你領悟到真理嗰陣，你嘅格局就會徹底改變。但你首先要明白，昂貴嘅衣服係冇辦法遮住人類本身嘅缺點，更加唔會令你特別靚或者清純，亦唔會喺名牌貨品入邊表現出嚟。我喺度懷念世俗嘅娛樂，其實係最痛苦嘅事。你可以透過接觸純樸嘅生活，了解佢嘅價值之後，再去禪修，就可以避免因為太多慾望而帶嚟嘅危險。你再聽到幼兒課程，其實係你變成符號，零基礎課程就係你嘅方向，只係平淡咁過生活，聽講座同佢選擇。神通同覺悟係兩回事，神通會喺覺悟嘅路上造成嚴重障礙，仲會帶嚟禍患。由於禪定有無私嘅特性，如果唔係無私，喺定時都會因為有目的而出現衝突。落濟千世之中，罪惡因為係波動，所以佢先可以償還，仲會造成社會貧富懸殊。有啲道士傳授佢哋唔會係空談，佢哋多數都係喺無形之中傳授。五年唔係嘅思想，只係出世，係無所求，以利他為本。真理唔係淨係可以了解，仲要經過禪修同神會先至可以領悟。情緒上想揾朋友，會令你揾到上力。出世同如是歲係兩條唔同嘅路，單靠照耀或者佔有都係兩條路上嘅障礙，都會帶嚟痛苦。你要面對先至可以克服嘅。處世係犧牲自律，入世係政府規律，但我覺悟嘅德行其實都一樣。英格受氣危機係近期必須履行嘅責任，同樣都係人民嘅標記。唔知道點樣去印證佢哋嘅成就，可以喺經歷風雨同苦難之中揾到明亮嘅樂趣。你雖然犯咗5條戒律，但唔代表你哋做啱嘅，你只係幸運，未被發現啫。我哋國家需要將現代化同理性傳統互相結合，先可以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嘅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有時得閒就會睇下我係邊個。當你能夠了解自己，就能夠了解外面世界。呢個道理其實好簡單，但又好深奧。反觀照法係由行動者自己認同嘅。有啲為世人服務嘅寺廟變咗做咩諸功曲數嘅偶像，變成咗俾人哋攞求功德嘅對象。真正信仰應該多咗無明、輕罰同慈悲，唔好喺空隙入邊有啲自以為佢嘅心態。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形式同唔同程度嘅苦難，無知就係呢啲苦難嘅源頭，成日都會短暫嘅衝破或者輕視阻礙。佢你準備踏出一步之前，你會覺得自己更加能夠再表達出嚟。如果你經歷過擁有財富、地位、名聲，但都能夠放得低，佢就代表咗生意或者事物已經唔可以再影響到你。淨係得表面上嘅出家或者修行，先會帶嚟痛苦。即係話，如果你只係表面上出家，但唔了解其中嘅意義，反而會更加迷惘，帶嚟好多困惑，半途而廢咁去出家，其實係學習嘅最好方法。努力去做，但你會發現，其實好多時喺屋企生活都比出家好得多。雖然你冇辦法改變你身處嘅環境，可能環境會限制你，但你能夠感受到每一刻，佢就已經係你成功喺度過今世嘅生活。如果你成日都只係追求名利，而唔去學習，佢就冇意思。點樣先可以充實自己？其實代表你只係得行動，佢真正超越智慧嘅本性，
而智慧本來就喺我嘅心入邊。只要你可以放低名利同慾望，接受一切都係無常嘅現象，咁智慧自然就會開始顯現出嚟。放下唔係叫你完全唔理世俗嘅嘢，因為我哋本身都唔會真正擁有任何嘅。重點係你要將嗰份佔有慾放低，佢就得啦。你根本唔需要真係放棄啲咩，否則只係你自己同自己過唔去。咁其他意思，唔好過分討好或者一味去救你嘅仔女孫仔，否則你俾佢哋反而會變成一種枷鎖。細路時期嘅教育其實比起學業教育更加重要。同時都唔好為咗表現自己嘅才華或者追求虛榮，輕易咁去照顧人，將呢啲當成自己神聖嘅責任。其實好多青少年犯罪都係因為缺乏愛而引起。覺悟同真理唔一定有定數，你要着上出家人嘅袍，其實都可以借助呢啲嘅提醒自己，加埋不斷面對自己嘅羞恥心，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事。你要細心審查你嘅羞恥心，唔好俾某啲道士嘅名氣或者形象吸引，要睇下佢係咪真係無私同平等嘅對人，係咪真係依法而行，值唔值得你跟隨，否則你只會浪費時間。我哋可以透過出家或者在家修行去追求覺悟，但無論你嘅邊條路，都一定要真誠去做，同時要好重視精進向前行，否則就冇咁用。唔好將嚴格嘅戒律強加喺人嘅身上，佢只會帶嚟好多麻煩，仲可能令佢哋變得虛偽。喺屋企人都唔可以攞晒飲食、行為、拒覺等基本慾望，我哋要學識適度嘅控制自己，將慾望轉化成一種超越嘅體驗，從中證悟無常同埋物我一體。由今日開始，堅持唔再自欺欺人，修行覺悟嘅人就會有你嘅記憶。你哋學問如果唔能夠用嘅無私嘅服務人，就會變成虛榮同傲慢嘅來源。唔好怕挫折同失敗，因為佢哋係令你成長嘅階梯。如果你唔識得將知識同實踐結合，就只係紙上談兵。你只係識得理論啫，唔識點樣運用正確嘅知識。唔在乎你有幾多天賦，最緊要係你識唔識收斂自己，然後放下。一向以嚟，你都係將明智放喺左右，臨瞓覺之前都會向天祈禱，希望你嘅道德可以保持住，仲可以繼續生活落去。你應該覺得自己好幸運，因為有好多明鏡一旦消失咗，就冇得翻轉頭。當你可以控制自己嘅意識，外面世界發生咩事都唔會影響到你。唔好將你嘅錢花咗嘅意義攞咗上邊，否則你嘅善意都唔會有結果。如果你嘅智慧想要進步，就要同因果法則相應。無論係社會、寺廟、倫理，甚至係兩小無猜嘅資源，都可以激發有創意嘅思維。師父出家都係一個好例子，我哋有責任將呢啲都傳承落去。科恩就好似家園，喺巴黎語法入邊叫做為一句，咁樣就可以減少喺宗派之間因為細微分歧而產生嘅爭拗。即係話，無論係昆語、賓客定詩人，都可以直接溝通交流。喺現實世界入邊，你只可以用更加現實嘅方法去面對世界，解決問題。私家發酵更加係一種超現實嘅法門，從來都冇教你去逃避咗咩，或者去追求咗咩。只不過你係直接經歷任何事情，呢啲都叫做無常，唔係壞事。佢會帶俾你正確嘅觀察力，令你有能力去理解無常現象，做啱嘅事。唱歌傳道唔可以為咗討好各位國王飲酒，否則咩都做唔成，反而會越嚟越唔得。釋迦嘅學說俾人掩蓋咗，變成宗教之後，根本剩下五靈魂嘅曲克洋，更加有10棵絲樹，遠離宗教標籤或者書本。喺貪婪、物質、恐懼嘅群眾之中，異類存在嘅原因就係無奈。做領導嘅人都比佢哋高一線。有啲人整理偶像，想將佢哋嘅遺傳帶返屋企發酵，但佢只可以俾屋企人帶嚟嘅志氣同痛苦。我哋國家成日變陣，呢個就係原因之一。你繼續做我哋古怪嘅，我都冇辦法俾你答案。到底我本身有幾古怪，你都要審查。對你嘅導師更加要審查。釋迦學說係學問，唔係佢哋揾食或者卸低偽裝嘅工具。唔好去求神問卜。你只可以喺你有質疑嘅時候，咩都有可能發生。你希望靠打坐冥想、微風、陰陽術數嚟揾到嘅好處，除咗標榜你同食嘢有幾特別或者多謝名之外，對你其實佢嘅幫助